好，咱们开始啊。今天是2004年5月15号，是藏文课的第10课。咱们还是这个先复习一下上节课第9课，翻到第42页。第9课开始学下家字，下家字一共是4个。下家字的意思就是它可以放在基字的下边，一共有4个字可以放在基字下边。这4个是牙、拉、拉，第4个是娃。这个娃呢，在发音上不起作用，它只是起一个区别这2个字不是一个字的作用。带娃的跟不带娃的这是2个字，但是在这个发音上不起作用，所以呢，可以不考虑它。这就是说，咱们要学3个下家字，牙、拉、拉。第9课是学这个牙。咱们看一下这个表，这个表呢，这个牙，然后它的名称呢叫雅大。雅大的这个大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说过，在佛经里头也经常用这个字，就是什么呢？挂上、拴上、系上。比如说把这个驴系到这个橛子上，系上、挂上，把牌挂上。然后它的这个还有一个意思，直接就是起名，就是给一个人起名。给一个人起名就叫大，挂东西也是大。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佛教里头再转译一下，起名是什么呀？就叫假安利。就是他本来跟这个名字没关系，我把这个名字呢挂到他身上，这个给他起个名，假安利一个名字，所以这是一个很常用的字。雅大的意思就是挂上一个牙，就是给那个机子上挂上一个牙，挂在下边。挂上之后呢，不是把这个牙字直接写在这个机子的下边，而是写一半。就是上节课咱们讲了，牙字本来是这样写的，它也先写这么一笔，然后是一竖一撇，这是这个牙字。现在呢，它就光写头一笔。你比如说头一个嘎嘎，这个呢它就光写头一笔，就光写这个拐过来这一个，所以它就成了这么一个。下边挂的这个钩子就代表了牙，就是说写头一笔就代表下边有牙，这样等于就是给它挂上牙了。嘎加上牙就读另外一个音了。读哪个音呢？上次也讲了，牙的声母是一，一啊牙，这是给它加韵母，如果不加韵母就是一。嘎如果挂一个牙，就等嘎的发音是咯，如果它是加啊就是啊，那就是嘎，不加就是咯。咯下边加上牙，也就是加一个一，加一个一呢，一在第2位呢，它这个写的时候还是这样写，还是写成这个 y， 就是还写成这样，但是实际它的读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一，读音就是一，所以你在拼音里头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写成 d，就等于说这个牙嘎加个牙，它俩合起来就念作咯一 d， d， 然后 d 呢没法念，就要加一个韵母，一般咱们先加一个啊，咯一 d d 啊加，就把它的音找出来了。如果下边挂一个牙，就等于是加一个一，在这个拼音教材上写这个一呢，还是写这个牙的这个开头字母 y， 一看就知道这是牙，写上它，你记住它的发音就是 d， 所以思想上想的就是呢，咯一 d d 啊加，那个我读错了啊 ，d 是嘎是一声，一声呢 d 啊加加加加，原来如果不加一，光是这个嘎的话呢是咯啊嘎嘎，加中间加一个一之后呢是咯一 d， 先发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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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加加加，加，或者是你声母还按这个咯
然后后边呢呀、哥呀、嘎都可以拼起来，哎，g跟啊拼也行，哥跟一啊拼也行。咱们就还来把这个上节课的这个发音来练习一下啊。43页咱们来看，第一个就是嘎嘎嘎，往后第二个看嘎后边加了一个后加字卡，后加卡爬撒，把调摁下来，它是高声一声，就给它摁成4声了，嘎嘎嘎，啊，读得很好。第二个是 gi， 这个怎么读呢？嘎加上牙是咯一 gi， 然后那个元音呢又是一个一，等于是2个一发起来就是长一点，所以还是 gi， 所以这个音不变，就是 gi。哎，第三个 ge， 哎，你拼音自己很好找了，就咯一，然后再加个哎，咯耶 ge， 最后一个 gyo 卡，后边一卡摁下来 gyo， 哎，咯一跟 o 拼起来 gyo gi， 或者是 gi o gyo， 哎，再来重复一遍啊，嘎嘎嘎gi gyo， 好。第二个咔跟呀拼起来就是科加上一是 k， 哎 k 啊咔咔咔咔，第二个音咔咔咔，第三个 q， 哎，是这样，科一跟乌拼起来科 u q 啊，或者你先拼这个也行，科一 k 跟乌 q 啊，我说错了，是这个 q 啊 q， 哎，这个后加卡爬撒，这个塔是也是把调摁下来，咱们来摁下来啊，就是咔，然后是 k， 然后是 k 加 a 是 k 把调摁下来是 k， 最后一个 k 一 k 跟 a 拼起来 k， 这第二行再读一遍啊，咔 q k， 好，第三行这个是卡跟亚大，卡亚大卡，哎，就是跟第一个读音一样，就是2声，哎，调升上去。这个卡后边改成啊是这个，你看咱们先声母啊，声母是科 k， 这个后边是啊是这个韵母，可以就是可以落了个啊，对，落了个啊，强，哎，卡，然后加个哎，强，后边这个 k， 这就是 k 一就不变了，就 k， 后边这个是 cool， 哎 ，k 一加乌，然后呢加个日，哎，啊，加个日是这个音 ，cool，
q k u r， 哎 q r， 哎，没事自己可以这个慢慢的练习一下。这个 q r 很常用了，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转变，然后呢翻译是 q r。比如说藏文叫单卓尔、干卓尔，这个干卓尔的这干嘎是圣者之语，咱们佛教里头就是佛语。干卓尔就是这个 gur， 就是它，就是 gur， 就是翻译过来的佛语，这就是干卓尔，那就是经。然后那个单呢是论，单卓尔。单 gur 翻译过来的论，哎，就是这个佛弟子们的著作，就是单卓尔。所以干卓尔就是经，单卓尔就是论，这个卓尔就是翻译。所以藏文的大藏经很规矩，藏人的著作不准入大藏经，大藏经里头全部都是翻译过来的，或者是从梵文翻译，或者是从汉文翻译。这个藏文大藏经翻译了很多这个汉文里的经典，哎。所以他的大藏里头没有那个藏人著作，你看很准确，因为它题目规定了翻译过来的佛语，翻译过来的经典。然后这个宗喀巴大师呢，就是宗喀巴全集，哎，自己这个立集的，不入大藏。这一行咱们也读一遍啊，甲。哦，我甲我读成什么了？甲啊，没有那个音，就是把第一个给读成二声了哈，没有这个啊。哦，最后一个没读，最后一个是这是卡雅的卡跟那个拼起来，咱们回来啊，这是睡迷糊了啊，好，这是三行的。下边这个呢发音就简单了，因为什么呢？咱们发过这个音，不是新的。巴雅大就是巴下边挂一个雅大的话，就直接念加。这样加呢咱们学过，所以呢发音不新鲜，这就是一个记忆的功夫了。就是你记住哪个音挂上牙之后念加，哎，这个音好发，加，哎，音好发。这个记忆呢，我是这么记的啊。八，你看啊，加的这个发音是鸡，对吧？加是鸡，这个你看，它这个就像鸡，它这个巴雅大正好这右边这条竖线就跟这个鸡似的，所以呢，一看到巴雅大就想起来就是鸡，哎，鸡啊加，所以呢这样来记就是巴雅大就是加，哎，记它这个右边这一竖一下来就是一个鸡，哎，再看这个第二个帕雅大掐，哎，帕挂一个雅大是读掐，读音好办了，掐就是记，怎么记呢？你看帕呀，帕这么一写，里头一分两半，两半就跟这个掐呀，掐也是两半，哎，它就跟这个掐有点相像，就好像两边两个半圆一样，把它俩联系起来，哎，它这一帕里头一分两半就等于掐，就读掐，哎，所以呢，一看到这个帕雅大，直接跟掐联系起来，掐，然后咱们后边看啊，掐上边给固就是一七，哎，发音很熟悉，那个不是新的，就直接判断好就行了。下边读掐，上边给固七，
后边一个恰，哎，最后一个翘，发音跟这个完全一样，这个那热跟这个完全一样，是吧？翘就是一个那个反应，这个也起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区别单词的作用。哎，那个是掐，这个是这个帕雅大，这样是两个单词。这一行读一下啊，掐，七，恰，翘，下一行卡，哎，这个呢相当于那个卡，就是帕雅大，卡，你看你自己想什么办法来记啊？这个。自己想办法吧，我这个自己的想法就比较怪了，但是虽然怪，但是自己的到时候就能想起来就行。你们也是，到时候不管他什么办法，图像上、发音上什么，反正很怪的，哎，你只要一联系起来，你就记住了，卡。哎，这有时候自己能找到很那个别人很不明白的、很奇怪的这个方法。咱们直接就来读啊，下边一个音是强。下边一个是且，最后一个是且，最后一个跟倒数第二个的区别就是前边这个呢是发是七，然后是这个，你要是不是这样啊？是哎是这样是吧？是哎哈。这个 i 呢是张口最大的，且，后边这个呢就口张小一点，还是发 i， 但是张小一点，甚至你要是怕区别不清，你也可以接近于 a， 发这个接近于 a 的音，就是汉语拼音这个 a 的这个音，且，你可以发成那 a 的音也可以。这样就区分开了。这一行也读一下，强，且，最后一行马雅大，马挂一个雅大呢，就等于娘。这个呢，我觉得也好记，你就直接跟那个娘的那个形状联系起来。你看那边娘是俩圆圈，这个圆圈也不少，哎。对你那个，而且我是怎么记啊？这个麻呢，跟那个妈妈这个发音有点像；娘呢，跟那个娘的那个发音有点像。反正妈跟娘都一回事，所以呢，麻就是娘，哎。娘的发音啊，这个也不用讲了，这都是熟悉的音。咱们来发啊，下边那个是娘，然后哪热。是牛，然后后边翁就是牛是受，经受过，不是感受的受，经历过，就是有这种经验，牛经历过，感受过。下边一个呢，娘跟啊是娘呢。娘后边有仨，这个调还摁下来。娘本来是这个往上的，这一摁下来就成了这个三声了哈。娘，哎，这真成那个娘了啊，所以好记了。最后一个牛儿，哎，因为它的声母是呢一。声母是呢一，然后呢加上乌，牛儿，整个这一行读一遍啊，娘，牛儿，哎，你乌牛儿，哎。
你乌，声母是你，那个是乌，牛女儿，整个咱们来一遍啊，嘎嘎嘎嘎给女儿，好，这是哑大，就是挂上牙，就发生这么一个变化。第三行最后一个词，带哑大跟不带哑大发音呢？这差不多。它因为那个你要是卡，就是科那个约是这样写哈，科约缺，然后这个加上这个之后呢，就是中间加个一是 k 约缺，它就那个就是在这个它就就是区别很小了，这个就不重要了，就是科约缺，然后 k 约缺区别很小，区别很小，这些啊你不要那个就是这点区别说话根本就那个显示不出来，这都无所谓了，就个别的这个音那个就是读区别不大，判断不大，就无所谓了。因为你要是如果到句子里头呢，它经常这个词跟那个结合，这个跟这个结合，他一听就知道是哪个字。这就是哑大就完了。下边咱们练这个传统拼读法啊，这就是藏人学习的时候就是这样来读。咱们来读第一个啊，嘎哑大嘎，嘎哑大嘎，第二个卡哑大卡塔 k， 卡哑大卡塔 k， 卡哑大卡塔 k， 卡哑大强啊强，我这个也是过了一个月，舌头就不顺了。卡哑大强啊强，卡哑大强啊强，帕哑大恰卡恰，帕哑大恰卡恰，帕哑大恰撒切，帕哑大恰撒切，帕哑大恰马撒强，帕哑大恰马撒强，强这个词记住，这很重要。强再加一个八，强八，强本来是3声，后边一加八呢，前不许降，就变成2声，强八，读强八，强八，强八，就是强八，强八就是慈氏，这个强就是慈悲的意思，慈悲的意思。强八就是慈悲的人，咱们说过八是这个指的人，慈悲的人就是慈氏，咱们汉语就译慈氏，这就是你看这个人家藏文呐，比汉文就比较科学一点，他能译的都译意思，咱们译这个慈氏就译叫弥勒，是音译，
你过来之后，弥勒是什么呀？怎么回事啊？还得讲啊，才知道。你这个藏文呢，它直接一意思，就是把这个它的本意说是慈氏，就直接慈氏，哎，慈悲的人直接译过来。这样的话呢，一看就是慈氏，一看就知道慈氏。哎，这个发音呢，你看咱们汉语过来发音，直接就译强巴佛，强巴佛你就不知道是谁，是吧？你要说慈氏佛，行了，那就知道是这个弥勒佛。哎，强巴。翻过来，咱们练习这边。翻过来，这个是卡雅达卡克古 k， 卡雅达卡克古 k， 卡雅达卡那若克塔克，卡雅达卡那若克塔克。帕雅的恰那若确卡萨确，帕雅的恰那若确卡萨确。哎，没关系，咱们再多来2遍啊。帕雅的恰那若确卡萨确。哎，读慢点没关系啊。帕雅达恰那若确卡萨确啊，主要我太慢了，你们这速度就掌握不住了，咱们再来个正常速度啊。帕雅达恰那若确卡萨确，对，帕雅达恰那若确卡萨确。好，帕雅达恰那若确卡萨确。最后一个是玛雅达nha那若牛啊牛。玛雅达nha那若牛啊牛。玛雅达nha那若牛啊牛。这个多读这个传统拼读法呀，对这个培养语感、培养这个记单词都很有好处，是很有道理的。咱们把这个传统拼读法再过一遍啊，还翻回来，一遍过去啊。嘎呀达嘎，卡呀达卡塔克，卡呀达强啊强，帕雅达恰卡恰，帕雅达恰萨恰切，帕雅达恰马萨强。翻过来，卡雅达卡克古 k， 卡雅达卡那若克塔克，帕雅达恰那若确卡萨确，玛雅达nha那若牛啊牛。下去之后自己可以这个多练习练习啊，慢慢的就习惯他这种传统拼读法了。下边看例词，这是卡雅达卡那卡克古 k， 这是狗。第二个强，这有点像汉语的强，就是土墙。第三个是恰是手，但是这个手呢是敬语。这个咱们上节课教了一个词儿叫掐猜落，这是每一个经前头先掐猜落，就是顶礼。顶礼呢是先掐，这是手，然后猜是什么呢？猜是做动作，啊握，然后就是前头前加字是啊，
中间是这个擦，然后后边是拉，拼起来就是猜，掐猜，然后再来一个拉，那若画一个结束符，这就是普通的一个小短语，就是顶礼，用敬语，手做动作，就是顶礼。这个啰的作用是什么呢？啰的作用是这个句号的意思，就是每一个句子它本来这两个字就已经掐开，就已经完成了，它表示结束这个句子的时候呢，它重复最后一个字母，给那个字母加一个哪若，这就代表句号。这个啰就是说完话了，他好像感觉不过瘾，就是告诉你这完了，就是把最后一个字母加上一个哪若就落，就完了，所以就成了掐猜落。咱们读一下啊，掐猜落，掐猜落，就是顶礼。经前头一般都先这个向佛菩萨顶礼啊，向文殊菩萨顶礼啊，都是掐猜落。下边一个词儿，七波，七波，七波，晚就是早晚的晚，形容这个晚了一点了，七呢还有后边的意思，晚了后你在前头，它在后边，第五个字是沁，这个呢很奇怪，应该读亲呐，怎么读沁呢？这七音亲怎么读沁呢？因为这个古代的时候啊，古藏文里头啊，一共有2个在后加字，现在呢就剩一个了，在后加字就剩一个撒了。古代的时候还有一个在后加字是塔，现在呢后来他慢慢文字改革，就跟咱们汉语似的，慢慢简化字啊，把这个塔给简化掉了，不要了。这个字原来就有这个塔，就有这个在后加字，有在后加字，塔是要把调摁下来的，所以他那个就一直是读这个沁，就是到达的意思。他这写的是去的过去时，去的过去时就是到了，就去过了，就是到达了，就是这个沁呢，就是发音保留下来了，但是呢简化字把那个在后加字给简化掉了，所以读沁。这个词也是非常多用的，这个到彼岸，到彼岸的到就是这个，就是沁，就是沁，然后再加上彼岸在前头，沁在后边，帕瑞度沁吧，这就是到彼岸。这个回头咱们学的时候再学，这个字多一点，我把心经都给你们印好了，回头咱们学心经的时候，就是帕瑞度沁吧，就波罗蜜多，这是沁。第6个是强，读错，强，读成那个卡雅大了哈，这是爬雅大，强，北边为强啊。第7个穷，得到，得到。第8个且做，这个字啊用的量这个频率相当的高，就是相当于咱们汉语的这个做什么的做，也包括这个这2个字的这个意思都在里头，就是做什么都且，它还有这个能的意思，做什么呀？能做什么？所以有时候那个韩老经常把这个带这个字的词翻成能什么，因为韩老特别强调能所，为能无所嘛，有能無所，这是且。后边这个且，后边第9个啊，且，这个跟上边是一个字，上边那个是现在时跟未来时，下边这个是过去时。这个它的这个现未过还有命令式这4个变化呀，非常简单，以后咱们以后再讲，这个你现在就先这么记这2个，因为这2个非常常用，所以你把它当成2个词记都可以，就是一个是过去时，一个是现在时未来时。
第10个邙，邙就是曾经干什么过，曾经经过什么事儿，就经历过什么事儿，助动词。第11个 kira， 你您，这是书面语kira 就是指你的意思。最后一个是虾壳，虾壳呢，虾是东边，壳是方面，哪一方面？某一方面，东边这个方面，东边面就是叫东面，东方。这个北方是墙，你看它墙是北，虾是东，加上壳就加个方字，那就是方向方面。这些字以后使用这个还是都挺多的。这个对之分，所对之分，就是这个壳，所对之方面。咱们把这个例词来读一遍啊。ki 强恰猜了七包沁强穷且邙kira虾壳。咱们再看一下后边的练习啊，看看拼一拼试试。第一个呢是掐跟秋，就是掐，对，掐跟秋，那还是秋了是吧？不是掐跟乌是秋拉，就是说那个后边那个卡呢，你可以发一个歌的那个口型，做一个歌的口型，所以是秋掐不是秋个拉，当然你不发这个卡不发音呢也不为错。第二个七跟英拼起来清吧。第三个掐嘞，第四个球，是3声，2声就变成3声了，一变调。再一个且妈，后边一个是起，翻过来娘安，牛蛙，对，牛蛙，这个注意啊，这个是卡跟 kin， 对，这个下边这个 k 班，这个注意，它这个卡雅大是 k 是科一，它加了一个一，然后加上 a 是，我老记不住，是这样吗？还是倒过来，反过来 a 在这儿是 k， 它跟那个没有一的不一样，没有一是科 开，这个加上那个是 k， 那个嘴要变一点 k 班，这个字非常常用，咱们讲变法法性现在就碰到这个字了，就是差别。这个佛经里头译的最普通的是差别，
它这个差别呢，但是呢还经常译成什么呢？殊胜。这个是一个意思。你现在就要把这些字啊，就是理解一个藏字的时候，就把它的意思统一起来。说差别跟殊胜有什么关系啊？差别就是指的它跟别的不同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它殊胜的地方，它优势的地方。所以佛经里头经常或者译为差别，或者译为殊胜，这两个译的这个都非常多。你看韩老在变法法性里头，这一句译殊胜，那一句译差别，为什么呀？他觉得这个地方强调殊胜方便，这个地方强调差别的意义多些，他就可以来回译。后来我说是什么呀？干脆都译成一个什么特点？无分别智的特点，比你这个在汉语里头啊，比你说无分别智的差别、无分别智殊胜那个引起的误解，我觉得要小。无分别智的5个特点，什么不作意啊，什么那个就出来了。这是 kebar， 下边是注意啊 ，keep， 先跟这个字分别一下，如果要是科是跟这个，咱们说了是咔这个要戴个小帽子变成科，然后最后还要加一个波在那个口型，所以是这个读 curb， 这个是针是吧？讲过吧？ curb 针，curb 是针。这个现在呢，在这加了一个一，发音不一样了，是 keep 加 keep， 不一样，所以自己下去可以慢慢体会体会。一个是是 curb， 这是真。那个王舍臣就叫国王的真，就是王舍臣，那个也是佛经里头用的。那个 curb， 这个呢跟 curb 不一样，是 keep就是要发 keep， 对，回头慢慢的体会体会啊。后边一个是 keep 仓，那个马要发一个 m 的那个的那个口型 keep 仓。对了，下边一个 q 科一 k 加 o q 对，下边一个 kun 科一 k 加 kun 最后一个是 kya 加上那个 on 是吧 o 加 on 穷要写出来就是 k 加上 on 这样拼的 k 穷它这个书上拼的时候啊，它不直接写成这个一的发音，它还是写成 y， 还是写成这个，你见了 y 就知道 y 是发一的音就行了。咱把这个练习的这个再来重复一遍啊。第一个是 chukra， 第二个是清巴chakle球且妈齐娘安牛儿蛙这个是
ke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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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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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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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oga kyoga kunne kunne kunne强啊不对强是穷穷穷哎后边的韵母是翁哎穷穷哎下边一个练习是它是用不同的写法把那个拼音标出来，这一类的练习呢咱们干脆就不练习了。为什么呢？它主要是为了让你这个就是写，就是咱们是有这么读写什么说呀什么，咱们就练习读，哎，咱们就练习读，既然拿了经我能读出来就行了，所以这一类的咱们就不练习了。咱们看第4个比较发音，第一个啊，ga ga， 第2个加加咔咔掐掐gi gi ji ji ki ki chi chi， 这个是强强强强啊，这放在一块儿就区别开了啊。这个 ki 是发的可以 ki 是强，后边那个是七，说是强，哎，就分清楚了。好，咱们休息一会儿，好吧？咱们现在来学第10课，第10课是第2个下家字，是ra。这个ra呢，这个写起来，像他说的这个下家字可以加在哪些字的下边，根本不用看，哎。这个咱们又不练习写，更不用看它，它反正有了咱们读就行了。这个写起来呢更省事儿，ra是跟工人的工字一样，它就光写一横就代表ra。你看，嘎下边加一横，这代表ra了。这个关键咱们现在是把它的读音读出来，这个呢比那个ga省事儿，为什么呢？它是好几个字加起来都读一个音，你看啊。那个嘎啊，这个加上ra之后是ra大，嘎ra大，然后呢是扎，是吧？你看后边那汉语拼音嘎ra大扎，那就是读扎，哎扎就跟咱们汉语拼音的这个是一样的，是吧？就这个是一样的，哎扎。至于这个你怎么记，就是这嘎ra大，它就念扎，怎么记你自己来这个。反正我是跟这个汉语拼音拼那个联系起来的，我就觉得它这个这个呀，就有点像这个，我就直接把这个形状，哎，我就把它跟它联系起来，所以我一看就是扎，因为它这个下边这一横啊，有点像那个咱们那汉语拼音的那个 z， 然后后边你看啊，这是哒，第2个是哒ra大也是扎。哎，也是扎，巴ra大也是扎，这3个都是一声的，哎，加个ra大都是扎，所以呢，它这个扎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分这么几类，分3类。你看啊，咱们来看啊，就是嘎ra大、哒ra大、巴ra大都是扎，咱们来读一下啊，第1行，扎，发音也没问题，也好发。咱们再看这个第1个单词啊，它是之，实际上声母就是之，韵母是乌，就是猪，猪后边刮就是中，哎，中。第2个呢，跟它发音很相似，为什么？还是之加 o 是捉加是中，说这个咱们读啊，中，这2个发音有什么不同呢？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不同就是什么呢？第1个是之乌，中，哎，中，
第二是支窝，窝捉中，发出像效果来就没区别了，所以呢关系不大，就是你就读中就行了。哎，就是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叫什么元音符号不一样，哎，但是发音都是中。最后一个 G， 哎，之一 G， 哎，第二行是扎呀的，也是扎，然后咱们看啊，之窝跟后边拼起来是晕，是吧？窝变成那个拿是又要变音啊，不对，是这个拿是这个不变的哈，那就是窝恩是吧？温尊，哎，温尊，对啊，对不对啊？温尊，是吧？第三个扎完了呢是坐，哎，这也是就是一个记的功夫了啊。这是扎，下边看第二组呢是叉是两个，一个是卡拉达叉，一个是帕拉达叉，哎，现在我这都已经反应成感觉了，就是感觉这两个就是叉，哎，所以大家多读，然后自己也是找一些联系来，就把它跟叉这个联系起来。我现在找吧，你看这个卡拉达是叉，这个卡呀也有是跟什么相似啊？就跟这个 C， 就这边你看它这儿也有，就跟 C 相似。哎，一看上边也有，左边也有，就跟 C 似的，所以就叉，哎，叉。那个帕拉达你也跟这个 C 联系起来，这样的话呢就成了叉，哎，叉。下边看练习一下读音，第一那个叉的后边那个啊，叉，哎，直接读四声就完了。第二个 chen， 哎，吃 an chen chi， 哎，吃一 chi 就行了。下边一行也是叉 chen， 跟上边那个发音就完全一样了，哎，最后一个是出，哎，咱们再读一遍啊，叉 chen chi叉 chen出。第一组咱们忘了读哈，第一组也读一下，回来再巩固一下。扎中 G， 第二行扎尊扎坐。再看第三组呢，注意啊，发音跟第二组是一样的，就是声不一样。哎，卡拉达是叉，卡拉达就是茶，哎，塔拉达也是茶，帕拉达也是茶，就是跟那个这个就跟字母表上那个规则是一样的了啊，一个是一声，一个是二声就完了。咱们来看啊，第一个是这个戳，哎，吃戳，
第二个注意啊，第三个啊，虫，吃跟翁拼起来，虫，下边一行也是茶啊，也前头也读一下吧，茶，下边啊，茶，哎，这个二声把调摁下来成了三声，下边一个啊，齐，再下边一个茶，齐，再整个读一遍啊，茶，虫，茶，齐，茶，齐，好，下边这个就一个是比较好记，再一个使用的频率也小一些了就。第一个是哈喇大是沙，这个使用频率不高，哈喇大沙，咱们也读一下啊，沙跟那个诗跟沙跟或者是诗跟昂拼起来，商，后边这个啊，山，西，后边这两个就更好读了，为什么呀？发音整个没变，就是麻加上这个喇大呢，发音不变，还是麻，所以就是麻，完了。下边那个撒喇大还是撒，也不变，那样咱们就直接就当成跟没有那个喇大一样来拼就行了。第一个就是松，第二个是细，硕，这三行咱们也读一下啊，沙，商，山，西，麻，撒，松，细，硕，这个喇大的就完了。所以这个喇大的这个发音上没问题，就是一个这个记忆的问题，就是多读一读，多练习就行了。咱们看看这个传统拼读法啊。第一个是咱们慢一点啊，卡喇大叉卡叉，卡喇大叉卡叉，爬喇大查那禅，爬喇大查那禅，塔喇大查卡撒查，塔喇大查卡撒查，塔喇大查卡撒查，哈喇大沙雅商，哈喇大沙雅商，撒喇大撒撒塞，撒喇大撒撒塞，下边一行是带元音字母的，是帕喇大叉写不出，帕喇大沙写不出，帕喇大沙不对，
这个一分神就这个说，帕拉达叉写不就出？帕拉达叉写不就出？卡拉达叉那若抽卡萨抽。戳，哎，卡拉达叉那若戳卡萨戳。对，这回读的对，再来啊，卡拉达叉那若戳卡萨戳。对，帕拉达叉开古七萨七。帕拉达叉开古七萨七。哈拉达沙开古西拉西。哈拉达沙开古西拉西。萨拉达萨写就松啊松。萨拉达萨写就松啊松。整个再来一遍啊，就这个整个来一遍啊。卡拉达叉卡叉。多练些是吧？卡拉达叉卡叉。帕拉达叉那禅。帕拉达叉那禅。帕拉达叉卡萨叉。帕拉达叉卡萨叉。哈拉达沙啊商。哈拉达沙啊商。萨拉达萨萨塞。萨拉达萨萨塞。帕拉达叉写不就出？帕拉达叉写不就出？卡拉达叉那若戳卡萨戳。卡拉达叉那若戳卡萨戳。对，卡拉达叉那若戳卡萨戳。卡拉达叉那若戳卡萨戳。不错。下边帕拉达叉开古十萨十。我读错了，是帕拉达叉那若七，对吧？帕拉达叉那若七萨七。脑子这个累了就糊涂了，重来啊！帕拉达叉开古十。帕拉达叉开古七萨七。还回不来了，再来啊！帕拉达叉开古七萨七。帕拉达叉开古七萨七。哈拉达沙开古西拉西。哈拉达沙开古西拉西。萨拉达萨写不就松啊松。萨拉达萨写不就松啊松。翻过来看单词，叉，这是血啊，叉。第二个，七，
千万、百千万的万，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座，狮子座，这个座都是 chi， 一个广字一个座字，那个座位的座。第三个 冲，哎，大街市场。第四个锄，麦子。第五个是齐，刀子。第六个齐，读音完全一样，是写字的写。第七个读音还一样，齐，问问题的问。这个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香，色声香味处的香，色声香味处的香是味道、气味、香味。哎，齐，哎，第七个，对，第七个。这几个呢怎么记呢？这个我就胡说。哎，等一下，你这个是不是没电了？我那儿，你还带电池了吗？啊，好。这三个怎么区分哈？我就是我自己的胡说的经验啊。你看这个齐，第一个刀子，刀子有把，所以呢就是一个刀子，要跟菜刀似的。第二个呢，爬喇大就像一张纸一样，哎，一张纸一张笔，所以呢写，哎，第三个就特殊了，前两个特殊了，第三个就不用记了，哎，开口，哎，这个也很好，上边一个鼻子，下边开口，哎，那口还往下咧着，就是傻乎的问了啊，哎，就是你就用这些，你稍微加一个联想，哎，它就这个不一样。下回说不定你又想起另一种联想，因为这样来回就巩固住记忆了，就哎。你看刀子有把就是刀子，哎，这个琴呢，一张纸一张笔，一支笔就是写，自己来这个就跟闹着玩似的啊，把这个背单词当成游戏，就是有时候联系声音，有时候联系唱歌，有时候联系这个啊，哦，那么回事，行。下边接着来啊。这个第八个也是常用了，注意啊，1、2、3、4、5、6的6读起来是除，哎，这当然常用了。这1、2、3、4、5、6、7、8、9、10，这是你像咱们佛经里头到处都是什么5蕴6度，什么这个十波罗蜜，哎，这到处都是这个数字，这是常用的。第9个禅，它的本意是想念。咱们佛教用的时候啊，最经常的意思就是念，四念住啊，念佛，念头，心念，哎，这个字也是很常用。而且这个念很重要，修行修什么呀？就是修这个念，哎，就是修这个念。第10个塑，哎，读音没问题。生命就是要按唯识讲，什么叫有命无命？这个在网上经常讨论，说细菌杀死细菌算不算杀生啊？杀死这个植物算不算杀生啊？啊，杀死微生物算不算杀生啊？在唯识里头讲，有情是有情识，就是指有阿赖耶识，就是说你有没有生命，以这个有没有这个阿赖耶识来判断。当然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植物跟这个微生物呢，生物一共是3种，是动物、植物、微生物。植物跟微生物也是有生命，是吧？哎，它也有生命。不对，我说错了啊，是这个让这个用中性的说法叫有生无命，就是它能生长，但是它没有命。哎，所以这个生命啊，还是指的这个有阿赖耶识的、有情识的，哎，就是以有没有阿赖耶识。有没有这个业的积累，以这个为这个造不造业，以这个为标准，哎，生命。第11个，这个词儿很少用了啊，咱们也练习一下发音。切不细，哎，政治，咱们那个里头很少用。第12个，这也少用。戏剧，
西剧，西剧，这个稍微有点变化，后边那个本来是齐，就是求是吧？掐是吧？掐换成乌是求，后边加仨是曲，本来是曲是吧？但是因为它是在第二音节，第二音节是拼音字母的那个第三竖行，碰到第二音节呢，变成不送气，变成不送气就变成鸡，而且它还要变成平声，就变成鸡，然后它又在后边有一个仨又要调摁下去，所以就变成了句，喜剧啊，不对，我第一个读错了，第一个也是平声，西剧，西剧，西剧。哎，这个纯粹咱们就是练练发音，这个词儿很少用啊。后边那个醒瞻，醒瞻，醒瞻，农奴，这个也是有这个就是变化的。醒是农民，咱们学过，醒吧是农民，禅是奴隶。这个禅呢，因为它是在第二音节，爬又是那第三竖行的，所以是变平声变这个不送气，就变成了瞻，哎，醒瞻，醒瞻，哎，这是一个变化。这咱们也是这个佛经很少用的。下边一个柴rim啊，柴rim，这个前边柴没问题，柴没问题，后边这个 rim 呢，本来是应该发平声的，是吧？应该是 rim， 但是它这个呢，实际是原来有后加字的，所以它的发音习惯又是降下来。这个词咱们也很少用，所以咱们不管它，就练练发音就完了。柴 rim， 哎，它这也是原来有后加字，后来给减或者省掉了。阶级咱们也很少用的，这个就用的多了。注意啊，出究60，你看跟汉语的那个使用习惯完全一样，6加上10就是60，哎，这个就跟汉字似的，写一个6写一个10就是60，所以这个好拼。下边一个柴娃啊，这是忙，这是忙的名词。下边一个，这个纯粹是练发音了啊，这佛经里头不会出现的。这是什么呢？就是用藏文字母来拼读外边文字里的音，哎，就是组音，就好像咱们中国人用汉字来拼外国人名字的那个拼音一样，哎。第一个是中国，哎，你就都符合拼音规则就完了。后边卡不送气变成平声，哎，锅就行了。第二个公社，哎，咱们就练练发音啊，咱们就练练发音，哎，这个咱们不意义，咱们不管它，咱们后边也是就练练发音啊。孔参当，哎，你就练练发音就完了。记住，它这个名词啊有一个规律，名词要是3个音节呀，前2个音节按照拼音规则来读，第3个音节一般就按读轻声，哎，这是学一个拼音规则就完了，哎。下边一个逞庸，这个前边那个有变化了。前边那个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本来这个茶是场是吧？场庸应该是场庸呢，因为后边这个乌是闭元音，所以这个啊变成就是场就变成了成，所以是逞庸。咱们说过，你可以变可以不变，但是这个字呢，它那个就是大家都变的就是习惯了，所以咱们这个也按照习惯来读，所以是逞庸，哎，那个后边本来是
是声调，后不升，所以呢变成平调。称妞，长是数量、数目、数字，长是数目，妞是少，合起来就是少数。最后一个比较常用，戳波，朋友，这个常用。我们佛经里头，这个恶友、善友啊，这个远离恶友什么，这都用得着。朋友，下边练习这个练习啊。对，这个单例词咱们要读一遍啊。第一个差，七，冲，齐，第六个齐，第七个齐，除，产，缩，切不细，西句，醒瞻，柴任，出究，柴娃，中国，公社，共产党，称妞，戳波。下边练习，注意啊，吃跟音，勤，吃跟音拼起来，勤。第二个吃跟吁拼起来，吃。这个你就硬拼，知道声母是吃，知道这个韵母是吁，吃吁吃不对，吃三声。下边一个除，这个除注意后边那个爬呀要发一个波的那个口型，除，后边一个除，后边一个起嘛，尘垢污垢，起嘛，尘垢污垢。你看那个这个切的是两个意思，一个是闻，一个是香，味道。味道妈呀，跟那个哇有点相像，就是名词化。这个不过一般它是用在这个女性的阴性的这个名词那个上边。切妈味道啊，就污垢，有味儿就是坏了，跟那个汉语这个思维那个习惯很相像的。切妈就是污垢，说这个不够不幸，就是这个。第二行第一个切妈，第二个戳娃，第三个插波，第四个长波，第三行了啊，缺咩是吃是声母，约是韵母，缺咩，后边是 M 是声母，然后 A 是韵母，咩，缺咩，下边一个重启，这个记一下，城市，像这个王舍城啊，什么这个城那个城就是重启，城市。下边一个是崇义，下边一个是齐德，翻过来
chim，哎，那个马要发一个 M 的口型 ，chim，对，下边一个空车，这也很常用。贪嗔痴的嗔就是恼怒发火，空车发怒愤怒，嗔空车。下边一个丧，下边一个是三妈，下边一个是缩恰，最后一个是切密，这个没是没有，切是羞耻，这个无耻，这不知道羞耻就是就是不知羞耻。这个51个心所里头有这个惭愧，无这个是无惭，可能就是无惭，对。最后一个题这个咱们再读一遍，这个发音多练习练习，对反应有好处啊。第一个是秦，曲，楚，起吗，戳哇，差不，长不，全灭，重提，重义，起对，chim，空车，丧，三妈，缩恰，是切密，最后一个题它是区别不同的发音，咱们看区别一下第一个扎，叉，中，错，沙，看什么地方还有问题，或者什么地方想再加强的，那就是这样吧。生词再读一遍，48页生词读一遍差，七，冲，楚，钱，索，切戏剧，行针，切rim，出酒，切哇，中国，公社，共产党，成庸，戳波，下边的也领一下吧。秦，曲，楚，起吗，戳哇，差不，
察波，长波，长波，全面，重开，重义，起跌，chim，空车，三妈，说恰，切密，那个龙藏法师，你们实践怎么样？那个再读一遍那个传统拼读法怎么样？可以啊，来传统拼读法啊，传统拼读法这个，因为这是不是咱们的重点，有时候可能练习的少一点，但是呢，其实你在下边啊，就是多练习，慢慢一熟悉来啊，也很舒服的。咱们再读一遍啊，卡ra的叉卡叉，卡ra的叉卡叉，爬ra的查那禅，爬ra的查那禅，塔ra的查卡萨查，塔ra的查卡萨查，哈ra的沙雅商，哈ra的沙雅商，沙ra的沙萨塞，沙ra的沙萨塞，帕ra的叉写不就出，帕ra的叉写不就出，卡ra的查那若戳卡萨戳，卡ra的查那若戳卡萨戳，帕ra的查起古起萨起，帕ra的查起古起萨起，帕ra的查起古起萨起，再回来那个戳包，这是那个朋友的那个前边那一半，戳包是朋友，但是他在句子当中啊，经常把那个波去掉，就是戳就代表朋友，跟其他的再组成一些词。这个字咱们再读一下啊，这个好像大家读起来费力一点，注意啊。卡ra的查那若戳卡萨戳，卡ra的查那若戳卡萨戳，不错，下边就再过一遍啊。帕ra的查起古起萨起，帕ra的查起古起萨起，哈ra的沙起古西拉西，哈ra的沙起古西拉西，沙ra的沙写就松啊松，沙ra的沙写就松啊松。好，咱们这节课就到这儿吧。这个主要大家就记住一个，你要想学会啊，一定要坚持。坚持什么呢？每天至少要读，至少每天要读。然后呢，每天最好是读3、4次，每次大概20分钟。你只要能坚持这个，你下来啊，你不要管它，下来之后肯定能跟上，而且效果还很好。它就是一个重复，你多次重复的种子讯息多了，它自然就能联系起来。过几个月，自然那个速度就加快，反应自然就加快。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一开始这个阶段比较困难，到后边下学期啊，咱们学完这个拼音之后，学文法呢就有些意思了，就学句子啦，学这个什么就有些意思了。然后咱们可以加上这个，就是像心经啊比较短的就可以加进去。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背一些经典，背一些颂子呀什么，可能就这个更练习起来更自然了。行，这节课就到这儿吧。